摒棄常見嘅複雜命名，香港中環新餐廳田中 Tanaka 更加似係一個實驗空間，展示主廚最私人嘅料理標準。呢度嘅靈魂人物係人稱 Boss 嘅日本高端和牛料理權威田中角主廚，出身3代育業世家，精準、紀律同埋對食材本質嘅極致尊重，係佢料理哲學嘅核心。喺呢度，和牛係極致嘅藝術，主廚嚴格要求飼養超過50個月未曾生產嘅雌性特產松阪牛。要知道，全日本能夠達到呢個標準嘅生產者唔超過3位，就連盛載呢門藝術嘅器皿都係由京都陶藝家廣野俊彥量身定製嘅收藏級作品，為每一道菜注入深層嘅季節感同埋敘事性。冇任何一道菜係為咗填補空檔而存在，除咗主打嘅5級松阪牛，濃郁嘅鮑魚乾醬素面將海味嘅鮮甜處理得利落順水，而後段以浸淫過14代清酒嘅靜岡蜜瓜收尾，用果香同酒香精準洗滌味蕾。緊切8席嘅專屬空間由設計師深田恭通操刀，將日本神社同寺廟嘅建築細節轉化為 Retro Future 復古未來美學。喺田中 Tanaka， 和牛唔再係一塊高級食材咁簡單，佢係時間嘅沉澱，係風土嘅記錄，亦都係職人透過刀工同火候最直接嘅自我表達。